观众朋友，今日个好么？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今日节目我带大家人先入去一个各少年还有充满爱心的地方。这个地方很多我哋呢失智的日照中心。一片的人哦，伊虽然讲伊大部分人都记唔得伊自家，同时嘛记唔得伊天奶，同时嘛记唔得一个时间。但是呢，伊哋每个人都有一个几好的回忆。我哋今日有请到来宾哦，都系我哋屏东县的失智日照中心，我哋讲做田乐之友善人气我哋督导，还有呢职工人来现场，也同人分享讲听我哋呢失智日照中心地方，按样去照顾我哋呢失智的病人，同时。我哋按样去看待咯，一啲病人还有一啲呢未来嘅想法。我哋马上欢迎你哋天地来宾，我哋呢麦桂芳督导来到我现场。督导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屏东县政府社会处的麦桂芳督导。好，同时我有我哋呢职工，我哋郑蜜芳，我哋蜜芳姐来到我现场。蜜芳姐你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于屏东内埔的郑蜜芳。今天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现场哈。一几年了哈，从人从都有谈到失智这件事情，从失智这件事情，佢特别嚟讲，它不是一个老年人专有的一个症状哈。其实有很多有时候一些可能一些疾病啊什么之类，可能很年轻人就会有失智。那我们先回到我们今日的主题，嚟讲做乜嘅我哋會有失智的日照中心的失智日照中心，它最主要的想要照顾的对象，或者说它想要传递的功能是什么？好，其实屏东县政府为什么会有这个乐智友善园区？其实是因为我们县政府的长官，其实每一年大概都会去国外做一些考察。那考察回来之后，其实会发现，大部分国外对于失智或是高龄者的照顾，大概都是会特别辟一个园区，然后让这些失智症的长辈，他们也必须从他原本熟悉的社区里面，然后移到这个政府为他们特别打造的一个环境里面。但是回来台湾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台湾的长辈，我们自己的阿公阿嬷或是爸爸妈妈，其实都会喜欢住在自己的家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所以其实县政府的团队回来台湾之后，就开始在想说，那我们屏东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个失智症的长辈，他们其实是可以在社区里面安老的一个环境，于是就有了竹田乐智友善园区跟失智症日照的想法。失智这样的症状在家里面很难照顾吗？在照顾上，其实它有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其实失智症的长辈，他们在情绪上面或者是行为上面，跟一般我们所谓的失能或是中风的长辈，他在照顾上不太一样哈。那失智症的长辈，我们会特别要去关照他的情绪跟他的问题行为的部分。那这个对于一般的家属来讲，他如果没有一些相关失智症照顾的训练，其实他会很难跟这些长辈做相处，会有不断的冲突啊，或者是他可能会以为，他就是故意在捣乱，在家里可能有问题行为或是情绪的时候，家属可能会觉得他每次都是这样，可是其实他就是生病了，他就是跟一般的长辈不太一样。其实相对起来，因为我们的失智症的一个患者，他本身可能真的是功能什么都很好，他可能还会非常会跑，真的是生理功能都很好，但是你会觉得说，他跟他相处起来，你就觉得他好像今天就是特别的奇怪，或者是特别爱找茬的那种感觉。对，所以说其实照顾起来真的就是会比较吃力哈。对，会比较吃力。像我们乐智友善园区有一位长辈，他以前是理发师，但是虽然他失智了，但是他现在还是会记得他以前剪头发的当理发师的样子。对，所以其实我们在园区里面也会创造另外一种像长辈的舞台。就是让他们，比如说我办活动的时候，我就请我的失智长辈来剪头发。那其实一方面可以转移他的注意力，一方面其实家属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照顾的负担。对，有人讲以前呢，其实这个可能大部分人都冇记唔得哈。或者今日我哋來其實有啲我哋美芳姐，然後啲蜜芳姐，其實係我哋認識過幾位嘅職工，因為以前都睇我哋個做一些我哋客家文物館裡面做職工。咁蜜芳姐，唔知間有冇睇我哋呢樂智友善園區去做職工？咁咪也累個幾拄好嘅乜嘅嘢啊？幾時節開始成立一個樂智啊？吼，其實一路當做失智，尋到地方，一路選嘅客家文物館呢，是不咪嘅空間。啊，拄好我哋嘅客家文物館呢，
前面迄个人客教武馆18米一间哦，都留几人做个失智中心。其实讲失智，讲个都老人家吼，我心度会唔爽快，不是你改做弱智。连人丈夫最先头们写失智的，迄个个一定困到喏，像我哋个日照中心嘛，给老人家讲失智友善，好讲，我喊你摆你讲冇乱到弱智，啊，我看一定不是上下下，后来路边都讲，给顶多係做马嘅喏，後來嘅時間我去甲你拄好一個像是個客家文個整修啊，你全部改裝，啊，叫到子宮拆下嚟，嘛冇拆下來你暫停啦，啊我哋你只有講，你接要摕個落子中心，但是個是有啥呢？落子中心唔可以叫做伊子宮，因為可以有個文康中心，因為可以迄個日照中心，佢當時啊吼。冇辦咧，有日照中心，啊，我每禮拜都去，啊，佢時陣都規範我講，到底是樣，我全部人按好去嘅呢落子中心，因為佢嗰啲呢，你講像老人家來講，純喝茶、食茶啦、搞作業安尼，啊，佢日照中心冇供應呢，唔對付嗰度嚟失智人吼，甚至吼，伊就會打人，甚至會罵人，甚至呢一種呢冇供應嘅呢，吼。那習慣於嗰種嘅長途，嗰度冇休息嘅時間，對頭到面係睇個2-3小時，係3小時嚟起到安行通。不是呢，到最後面下嘅時，嗰種經過一下嘢過後，你哋因宣傳講，哦，你來呀做子宮啊，慢慢嚟呀做子宮，慢慢嚟，那又到去個日照中心做子宮。嗰時其實通常做子宮，以前做文化子宮同而家做日照子宮是公眾都有冇共用。而且部分還是要問一下獨透，因為其實我哋有講到講，要不我哋失智日照中心嘛，哈，那好，失智可以分哪些類型？那怎樣的人才可以到我們的日照中心？我們日照中失智，它其實就像剛主持人有講，它其實不見得是只限於老人家的疾病，然後也有一些年輕失智症。那我們日照中心所收的長輩類型，其實是50歲以上有失智症的人，經過醫生診斷，對。那大部分來失智日照中心的長輩，其實他都還是有一些生活的自理能力的，比如說他記得他以前是在做什麼，從事什麼行業，那他其實是可以自己行走的，對。那透過醫生的診斷，然後我們的評估之後，他是可以過來日照中心接受服務的。但是他在日照中心接受服務的時候，就像剛剛美芳姐分享的，就是有些人他有一些問題行為的時候，他可能會罵人，會打人這樣子。但是透過日照中心專業的受過訓練的照顧人員，其實他們會有不同的應對方式去對待他們這樣。那對於我們的算是我們專業人員的話，他必須要符合哪一些的專業的訓練嗎？或者是說他可能必須是哪一些專科的才可以來這邊當成我們的照護人員？在我們失智日照中心裡面，大概有幾種類型的專業人員。第一個就是護理人員，然後第二個就是受過訓的照顧服務員，第三個是社工人員。那這3類人員基本上他們都必須通過我們失智症的至少是20個小時的專業訓練。那當然在他們不同的專業背景裡面，對於失智症的照護都會有訓練過。那另外就是每一年他們在做這樣子的一個失智日照的服務的時候，他們都必須通過一定時數的每一年我們叫做在職訓練的部分，這樣子。那目前來說，以我們的竹田樂智園區來說呢，目前已經收容了多少我們的失智症的一個患者？以我們日照中心來說，我們日照中心目前大概有23到25位的失智症長輩，每天不同的每天會不同的時間來回這樣子。為什麼是每天不同的時間來？有些長輩他可能早上的時間在這裡，那下午他就回家。那有些長輩是一整天的時間在這裡，那有些可能3點我們就要送回去了。那其實日照中心的服務其實是跟着台灣有不知道主持人有沒有聽過長照2.0的服務哈？那就是長輩跟家屬他是可以去做選擇的，比如說我白天想要來日照中心參加團體活動，那他就可以選擇早上的時間來日照。那下午我可能下午想睡覺，我想要回家享受家庭生活，那下午的部分他就是回家接受我們有另外一項服務居家服務的照顧這樣子。談好了真的夠自由了哈，這個可以去限制以愛來的時間點。志工有沒有訓練？
有。我们一开始在招募我们日照中心的志工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志工要对我们的失智症有一些要有先要有了解哈。比如说这个疾病它可能会有哪一些的情绪反应或是问题行为，就像美芳姐刚刚分享的，她可能有时候情绪来的时候，她会骂你，但是她不是针对你，但是她可能想到什么东西，她以前的，比如说我们日照中心有一位长辈，他以前是当军人的，那他可能就会把我们的工作人员，或是甚至是我们失智长辈当成他的兵，那所以他可能就会可能有引发他情绪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开始在点兵骂人这样子，对，就类似像这种。所以其实我们会去教导志工说，其实这个是他疾病所产生的一些行为，他不是针对你哦，你要用不同的方式去跟他互动跟了解这样子。这个部分阿妹啊，直接来讲，虽然我哋咧逐段来讲吼，比如讲，伊可能真是有一些某个角色咧，伊某个职业乜嘢，这个发作嗰时候可能会骂人，佢其实本人骂，感觉还是唔会讲几好啊。没啦，其实他把有时啊通作好好，迄好点点的，比如计嘛个呀，我用伊个东西应对个生活的，开始乱的跟讲发作的，啊后来隔壁讲个主意，叫马上都去讲，等下啦。输哪去了？啊，伊路欠开带开，伊等发脾气的时候啦，路提三早了，就等欠开。伊等伊个呢情，唔好安尼发脾气的时间，啊，吃痒痒，一路恢复好诶。冇唔错吼，可是我面对失智嘅事情，其实我哋冇几多嘅经验吼，休息下我哋买几多个精彩故事哦。翻过来，复起来嘅，上个节目我哋来自竹田乐之友善人气嘅玫瑰风读图，还有我哋职工、我哋蜜蜂在来到现场，同我哋分享讲，乐之人气地位形容嘅情形。我想请问一下蜜蜂仔因为头上一堂嘅节目地位有一件讲到讲，嗰种遇到安嘅事情嘅时候，其实最好有一啲第三方嘅人，后来当一件事情。咁一般来讲嘅话，我哋同一种人来开始讲我哋。对他一定的时间，虽然讲唔系只讲唔系专业嘅人士来讲，有乜个特别的一啲技术冇？譬如讲按样去讲法啦，按样去安慰人咯。其实都唔怪死人嚟講，怪死人嚟講。係啊，比如講啊，我哋講嘅時候講，哎呀，咁樣幾好麼？有條咧個無年齡咧都講，甚至142歲有響啊，阿姐啊，咁樣有人講。所以講，我哋看到嘅時候咧就講，哦，咁樣個正嘅哟，樣去動作咧。係死人嘅英國，啊後來呢，伊等咧講講，哦，親好同講嘛個東南西北，嘛呢個好，咱嚟用一個呢無講用正常人嘅想法去做，如果我哋可以講用嘅都相對伊快樂咯。後生那種笑面去面對伊啦吼，啊，你哋講今日講嘛個吼，其實都真係都好好去提講，都像怪死人一樣嘅。但这个做志工做研究有讀到，这个因為講，其實佢強啦，冇講過到佢困難的事情。其實佢困難的事情，他把有時間，如果講伊定有提醒講，一個人脾氣貴快哦，唔知講好，對嘢時，伊脾氣可是硬起來時，先散開，冇對硬，啊冇伊定咧講發作嘅時候，真是。冇辦法講嚟推啲嚟安撫，或者一條幾多事情咯，我哋都對講，冇去當作，真是冇去當作正常人啦。至於我嚟講，應用發作嘅時候，我哋真是都三個可以寫。對事情過去嘅時間，心情好嘅時，那都準啦。真是如果心理要有啲大啦，吼，你講其實，你真是你上面對伊都好，唔是提倡正常人，而且講理論啊，而且講道理啦，其實可能真是。佢伊啲發作方來是冇談唔實，我都講，就是講佢哋伊嘛記唔得的。那像美芳姐剛剛有提到，就是其實她會用一種比較算是和善的方式，比較笑顏逐開的方式去面對我們的一個失智症的一些長輩嘛。那一般來說的話，其實來這邊當志工，他是不是也會有受
培训，就刚刚您有说的，就是说可能一刚开始会先让他知道所谓的失智的类型。那对待这部分呢，他是不是有类似的一个技术或者是技巧可以去的课程可以上？有的。我们其实对于志工的教育训练，除了一开始让他们认识所谓失智症，它大概是比如说它的病程，或是它大概会是什么样的类型这样。然后另外，其实我们怎么跟失智症长辈沟通，跟像刚刚美芳姐分享很多她跟长辈的一些沟通的技巧。那这个其实我们会有专门的我们会请专门失智症的老师来帮志工伙伴他们上课哈。那上课的类型、上课的方式，其实我们会用演练，有时候也会用演练的方式。比如说我假扮失智症，然后美芳姐当志工这样子，那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回应他？那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在跟失智症长辈相处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有一些小小的一些技巧，或者是说小小的一些，我们算是比如说我可以透过哪一些小活动，让他对我比较有安全感哈，比较有信任感哈。这个其实我们也会教导志工。那其实我们很重视的其实是志工跟志工彼此间的分享哈。那像美芳姐其实是我们第一位去进到日照中心，她很勇敢，我们第一位进到日照中心去当志工的一个失智友善的志工哈。所以其实我们新进志工要来当乐智友善志工的时候，我们都会请美芳姐去分享她在日照中心在应对这些志工朋友在应对这些失智长辈的时候，她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转换的部分。昨天我哋咧倒头已經有講到講喺天地呢篇嘅等熱照中心嘅，其實佢八到熱照中心嘅時間，你這個地熱照中心地部形容嘅的情形，完全唔對，完全對，一個拍子，這伊講有同人書訓完全唔對，實際上理論同實際無共樣啊。嗰種人實際上做嘅時，一度接觸嘅人咯，其實久又送來記嘢，久嘅記嘢又就佢哋。係冇咁錯。啊，就送來呢，一般送來就誒。頭擺都千多人，人你不會下巴買菜，老闆娘不是多多人，啊，我根本都失智嘅咯。後來但是又看又好好，啊，另外一個呢又咩好好，伊講，係啊，伊一禮拜135拿去，其他時間伊都做一個我滿足腳加去買主腳，啊，講買主腳嗰時人看唔到伊失智哦，看同正常人同樣哦，啊，但是一禮拜伊都會其中幾日去一個失智中心。阿爸有時間搞一點樣嘅做類似嘅事，他個人會傾下呢，不一樣啊。咁即個你偏熱照中心以後，你即個有我感覺到適應唔良，還是講你即個一去都感覺到年來亂嘅情形，然後慢慢地對態如何呀？其實開始都會啊，我係諗想到講，做乜我其他志工唔願意入來，也都跟人講，我做乜本心情也唔快樂咯。係啊，看到一點吼，按嗰種骨髓姑娘啊。我哋用同理心啊，面到講，伊哋去搞吼，喊你幫我攞咩搶伊窮樣啊？咁我喊你講吼，你發脾氣咯，做乜嘅？咁我咪坐到好好睇嘅另外一個地方啊，你坐看市場看報紙，因為窮我做志工啊，做乜嚟要接伊咯？嗰時可能你心情一調適，對伊講，你有服務嘅精神啊，還有同理心嘅心理去做，喊你幫我哋攞，有咩需要人哋照顧啊？嗰時你按你用你想法，如何做下去？我想刚刚美芳姐其实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她真的是，同样是做志工啦，因为其实在日照中心的志工的服务的方式和内容真的是比较复杂，可是她真的就是抱着一个真的是同理心的方式，比如说他的可能年纪会认为我们年纪大了，可能也会有同样的状况，然后他其实也是服务一个可能有一些人可能跟他年龄也是差不多。那我想请问一下督导这部分，就是说，譬如说，因为其实刚刚有提到，就是他有一个算是我们的长辈，好，他135会进来，然后246还去猪脚街卖那个。那其实有很多的失智症的家属来说的话，那因为我们现在的日照中心是服务我们的长辈嘛，失智的长辈。那对于家属的部分呢，我们有去跟他们在教育说，那我们这样子的话，平常我们要怎么去对待我们这些所谓失智症的长辈嘛？有的，就是其实我们日照中心除了照顾长辈以外，其实它还是会有担负着教育家属，或是给家属一些支持团体或者是教育训练的部分。那一块其实主要会是针对一般的家属，其实在长辈回家之后，平常家属其实也是在上班，那回家之后其实也不见得会知道怎么跟
自己的爸爸妈妈相处那可能会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就是会觉得他们都。假设如果他情绪来，他们都就是故意这样子那其实我们会其实给家属一些教育训练，就是让他们知道说，其实一样就是他的病程大概会有哪一些的状况，那还有就是一些应对跟沟通的一些技巧，甚至是情绪安抚的部分那同样是家里有失智症长辈的家属，他们更具有同理心。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他们会更有原来我讲的你懂原来你的长辈在家里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其实他们在支持团体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有得到一些互相的支持跟慰藉的。所以说可以透过所谓的支持团体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可以让他们彼此之间说，原来发生的事情呢，没让人都卡来，其实大部分人都有安的共用的事情，同时原来朋友有安的事情，也很用去改的，互相去理解这样的事情。那可是我知道说，因为其实有些失智，它的状况并不是大家都一样嘛。那有一些，比如说有语言障碍啦，甚至说有一些行为偏差的，那这些长辈该怎么办？如果是说他真的是问题行为很严重的话，可能会需要借由专业的神经内科的医生或者是说我们身心科的医生，他去用药物去减缓他这些问题的行为，我们就会把跟家属沟通让失智症长辈再去就医那另外如果是针对比如说像失语的或者是说他有重听的那我们可能就会转介一些辅具的资源让他有一些辅具的佩戴，比如说失语的我们就是用那个手写板那重听我们可能就会转介他去申请助听器让他可以透过这些辅具的使用一方面是减缓他的症状，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他可以重新再有一些跟外界沟通跟社交的机会这样子。没有错，等于就是说有一些功能的损失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用其他的方式先补足这部分的功能，至少不会说因为功能的损失让他的失智的症状继续的恶化下去。因为其实有时候真的没人去讲把救的真是不会给失智的情形会越来越重。那这部分我想再请问一下我们的督导，因为其实我们会知道说，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日照中心里面呢，一般来说，譬如说我们社区的关怀据点，我们可能会办很多的活动。那这日照中心里面也会有这样的活动吗？会的，就是他们每一天交通车，其实日照中心就像是我们小时候的幼稚园早上有交通车接进来之后，他们就开始一整天的活动比如说从开始他们的测量血压、基本生命真相之后，每天早上大概会有一个主题活动。那主题活动的部分其实会针对他们个别不同的状况其实日照中心也会跟外聘的一些物理治疗师或职能治疗师，他们会做一些针对长辈的失智状况做一些活动的设计。比如说可能透过一些我们的肌力训练，或者是透过一些小游戏，让长辈他们其实可以透过这个游戏去延缓他的失智的一个状况。那也可以同时会有跟其他的长辈做一些社交的活动这样子。那我们也会引进外面的一些志工团体，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实习生的时候，也会让他们进到日照中心跟长辈有一些互动这样。就像您刚刚所说的，它就像一个幼稚园。一来的时候，其实他们还是会做一些生理特征的一个检测之后，然后就会针对于他们自己本身失智的一些损失的那部分，然后去做加强的一些，不管是复健啦，或者是一些社交能力的一个培养。那自己本身这样子的一个算是课程之后那譬如说我们常常会有我们的哈港语的建议那对于节日的部分呢，我们会特别去提醒节日的部分，还是说其实就把它当成是一般的日常在过呢？节日的部分我们会搭配，会有一些特定的一些活动让他们去参与那另外我们其实也会让他们去社区做一些互动，跟比如说去社区干妈店买菜去邮局寄信等等，这些都是他们日常生活的活动设计。可是对待我们失智的体验上来讲的话，其实你用最平和的心，还有用最正常的方式去对待人都可以的。其实下我在下我哋买嗰度嗰精彩故事
翻翻过来，福起来，上个节目我哋来自屏东县竹田乐之友善园区嘅玫瑰防毒头，还有呢子贡蜜蜂者来到现场，同我哋分享讲，其实我哋呢实质嘅我哋睇嘅时候，可能會有樣嘅無強嘅反應。從頭到我哋呢督頭有講到講，其實無強嘅職業嘅話，其實預備會設計無強嘅考場嘛，嗬。咁蜜蜂者，即個還記得講，譬如講，即個個有影響嘅職業嘅一啲發通情形。其實從也擺5日節啊，嗬，也講有講很幾萬個呀，人真皮嘅包裝嘅料誒，啊一般的話，你有糯米咩？叫薑葉啊，螺肉啊、香菇啦，還有嗰度卵黃啊，全部都擺好了。伊都係一定同數，每一個人都拿兩皮葉嘅，然後呢，可是也會有米，不用買個喲，都完全都對等同數去做。不過伊會包唔會包？種嘅時真是讀嘅時，唔到迄個讀嘅時，我哋嚟接過來讀。第二等種嘅東西呢，只有用做好嘅時，真的會變成神。像这样子为我们的失智症的长辈，就是说，根据不同的节日设计这样的不同的课程，是为了让他们觉得说，他们跟现在的一个生活环境其实是没有脱节的嘛？还是说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其实也是复健的一部分？应该是这么说。其实这样的课程，他们早期的生活其实也会过端午节，那家里多多少少，早期大概也会包一些粽子哈。那其实我们会希望透过这些活动、这些日常生活的部分，让他跟他以前的生活有一些连结。就像主持人刚刚讲，日常生活有一些连结。所以其实我们的服务健或是我们的活动是跟社区是融合在一起的。就像我刚刚分享，他们其实是可以去社区的柑仔店买东西、买鸡蛋，然后也可以去邮局寄信，也可以去我们隔壁的庙里面去做拜拜。那这个其实可能在长辈还没有失智之前，就是会有的一些活动。对，所以其实我们是希望把这些活动融合在他的日常生活跟照顾的过程当中。可是这一点就是我刚刚我也觉得非常的觉得好奇的部分，因为刚刚督导有提到这一点，可是你却会觉得说，他们可以去去柑仔店嘛，去杂货店啊，去寄信啊。那第一个，有关于社区的人对于社区有这样子一个日照中心，他们自己是否知道，或者说他们是不是可以理解说怎么去面对？好，甚至就是说，因为他的症状算是比较特殊，他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反应的。那我们社区的人是不是已经有了这样的准备？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有这样的情形。那还是说不然的话，其实有时候社区可能会认为说他可能是一个嫌恶机构啊，甚至就是说他们可能会吓到小朋友。那这样子的准备，在这之前，你们是不是已经有一个对社区的一个沟通的部分？在我们一开始推动乐智友善园区的时候，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社区座谈。那这些社区座谈包含我们对我们周边的一些店家，我们叫做友善店家哈。那对这些友善店家，其实我们在初期的时候，我们是去招募这些友善店家，告诉他们说，其实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社区，那其实每一个人都会老，那你也可能也会失智，家里也有可能有失智的长辈。那所以我们就会邀请他来做我们这样的友善的店家。那当然我们会告诉他说，而我们的友善店家，当我们失智症的长辈来到你的店家的时候，可能会有哪一些的状况行为，那您可以怎么样的去应对？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在一开始招募友善店家的时候，我们会给友善店家的算是一个一开始的一个意念这样子。那店家同意，他会觉得说，这个是很有意义的活动，那我愿意加入，那我们就会成为我们的好伙伴这样子。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长辈他愿意他去柑仔店买东西，其实在这个友善店家里面，友善店家的老板他对于长辈也是相当的友善的。这样讲起来真的是几好啦！因为等于讲，我哋咧睇人上等咧装批，唔係講來到我等於做中心，而係佢都管咧睇嘅。他跟你上課啊，無論都唔必出去，因為其實中途我哋都頭有講到哦，其實喺外國，在國外的話，其實甚至有個失智村。整個裡面的所有的安排都是為了這些失智症的長輩，甚至是我們說失智症的患者去設計嘅。因為譬如講，每一個人可能都係有受過相關的訓練，嗰時一定可以睇下要沙起地位，自由行來行一行啦，行一路衝。攰到即個成費用嘅，佢將即個睇入邊做子宮安個吧，我想請問一下，家中我哋呢我哋講失智症咧，我哋呢裝批出去買東西嘅時候，唔得一談。
其实啊，都是先安排啦。比如讲有一摆台语天师台，伊如果要来翕，俺哋都安排2-3个老人家，现对一个有个专门那个几人杂来到一个店的，啊，佢同佢店的头家先讲好，嘿，讲好是老人下来时咯，你讲假如先拿钱币讲，唔这个买，伊个买鸡卵啊，一粒很酸。酸的呀，啊，伊要买那个买真是你称的，一路拿钱不一堆酸，是这类买东西一样的。系啊。啊，也店吼，伊头家咪亲吼，等于讲，其实规个喜事村啊吼，都一定都有友善商店一下价。啊，也个其中一个店的，你茶货店头家吼，哦，礼拜吼，如做到嗰度东西，老人家来嘅时候，你必定佢好大，你就人講哦是茶啫嘛，你坐，他跟你坐下，買嘢坐下來，他跟你打嘴過嚟。可是其實講，雖然我係安排，我唔錯，將我哋我覺得嗰種我能夠實質做嘛，係真係全部嘢係安排嘅人啊，好，我哋嘅工作人員全部係安排嘅。雖然講係安排，但是至少係一種樣講啊，沙期嘅人伊得嘛，愛願意強啊，能強下做合作。好，因為一總比講啊，但真的去安排嘅工作人員去教啊，但買東西嘅人來講啊嘛，其實當天人可以接觸到啊，等的實質的裝備，好，同時嘛可以做一個配合，甚至可以好好善待一點，其實係一個規劃的事情。那像其實以現在的我們的所謂的失智日照中心來說好了，那其實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希望說能夠在社會上，或者是說在我們的整個社會功能裡面，是佔有什麼樣的角色？其實我們會很希望，就是我們對於日照的照顧，其實不是限於在機構裡面。其實對一般的照護機構來講，對於失智症的患者，最簡單的照顧方式就是把他關在一個機構裡面，對工作人員來講是最省力的。對。但是我們的樂智友善園區為什麼希望把這些長輩帶出去外面？其實我們的最原始的一個目標理念，我們其實是希望他跟他原本的社區生活是有在融合在一起的。所以我們一直很推開放性的日照，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希望讓社會大眾知道說，其實失智症的照顧不是只有把他關在家裡而已，他其實是可以享有他原本的社區生活的。但是這不容易做到啊。對，這非常不容易做到，所以我們前期對，就很難，沒錯，確實我們一直在，我們到目前，我們樂智友善園區從108年到現在已經進入第4年了。我們還是在不斷的一直溝通，因為不見得每一個店家都願意去做這樣子的一個開放，對。對，而且那個場域其實不容易找，其實他必須要找到一個其實不會那麼多外人進進出，比如觀光勝地它就完全不適合，因為它的外人太多了。第二個，或者是說交通要道它也不方便，沒錯。對，因為它可能真的是在過馬路的部分，其實會有很多的交通事故，所以其實要找到一個合適的部分，然後居民的一個溝通上也是可被接受的。其實這個不容易。其實我們一開始是做硬體的建制，包含我們的友善步道啊、老綠人啊，或者是交通車啊，大家看到日照中心、老人文康中心等等。那後期我們前期跟後期我們其實就開始做軟體，就是人跟友善店家的營造。那目前都還是在 ING 當中。對。但其實我一直有一個很好奇的問題，就是說，像講在屏東縣的西市做這樣子的一個示範點之後，它算是一個第一間嘛，也算是一個示範點。那現在是縣府對於這樣子的計劃是有推廣的一個計劃嗎？有的，對，我們其實是希望西市做成功之後，希望可以把它拓展到其他的鄉鎮。那目前其實從今年開始，其實我們已經在盤點，有沒有其實適合的社區？那我們適合的社區，其實他會去找，比如說我們社區其實它的能量要夠，然後它的店家，就像我們剛剛講的那些因素，它是要友善的。對，那我們就是去配合的，就是去盤點不同的社區，它有不同的特色，那找到其實是可以複製的社區，我們希望在今年可以複製，把西市的經驗複製到其他的社區當中的。等於是說，未來這個社區它本身的社區自己本身的功能，就是要完整的哈，也某個東西都要有啊哈。我們講也是給社會的一個社區，那同時嘛講社區的民眾可以接受。
都也为的事情，然后慢慢的帮人洗尸呀、铺敷那的经验，再复制过去。因为其实屏东是很长的，对，因为假如目前为止的话，虽然第一所在西市，那而且他服务的对象目前也才20几个人，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失智症患者来说的话，其实是还没有被服务到，对，所以说可能。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可能在未来的话，能够复制到其他的一个地方去，但是真的不容易哦，因为光地点的寻找，对，在地居民的沟通这部分，对，确实，所以等于是专业的部分，其实我们相对的医疗体系，其实那部分其实是可以随时去做训练的，但是真的要找到合适的地点，真的不容易。咁咪房间哦，来继续做下去嘛。其实我哋配我油呢，我哋女朋友嘅三间屋，因为专门使用也得人，伊用日照中心，日照中心。如果20时头啊，可能你半日来也使1日来，照安尼来输钱啦。伊个乜嘅啊，我哋嘅竹田乡头对面啊有个慈济嘅，伊哋咩有个日照中心，不是讲唔係講搶也洗屍，不過洗屍也方面呢各有支出啦。我唔錯。其他地方。慢慢的去做的啦，未来失智係一個大問題。可是我們未來把繼續做自講。當然啦，可是我唔會講出嘅啦。冇等係失智嘅都冇做。哇，你好鬼好嘅。其實失智一件事情係一定係等程度上不進步離譜，我一來一重建呢一啲平整吼。但是其實從頭到尾的呢，督頭還有我的職工講嘅，其實對太行的失智嘅我哋呢太醫生嚟講法，好像怪聲嚟樣嘅。但是同時我哋嘛，我希望講我哋社會有一來一到嘅啲地方可以使用到，冇得講可以好好對待到我哋一條失智嘅狀態。今天非常感謝兩位來到我們現場接受我們的一個訪問。多謝主持人，多謝觀眾朋友。那也希望各位觀眾朋友可以多多的關心我們失智症的長輩，謝謝。休息一下喎，再聽下啲上來強音通哦。阿康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